本身有乐器的人拢知影，讲买练习进前，就要先考虑到敢会去吵到别人。有一位音乐老师或者高建雄，开10年的时间，竟发出用塑胶杆仔所制造的环保助音器，希望学生囡仔伫厝内练习，也免惊去吵到别人。为卡网内底摕出一支一支的塑胶管仔，每一支拢经过加工。本身咧甲塑料喇叭音乐老师高建雄，开要10档的时间，找各种无共寸长的管仔。家己研究出一种会当倒伫喇叭头前减少音量的环保诱引器。讲实在的，你真拿起来踩一踩，它也不会坏。它真的弄丢了，那就再做一个。这个弄丢了就4000块这样。如果直接算起来的话，如果连瓶子一起算的话，可能也大概不到20块吧。专业的诱引器一支拢要3-4千块。郭老师为着要让学生伫厝内嘛会当练习，用各种无共材料的管仔，一支一支豆豆做出来这个诱引器。学生使用了后，拢讲倒起来声真正有差。就是比较不会受时间的局限，然后也比较不会影响到别人。高建雄表示，伊是做原住民，本来就介意动手做物件，嘛有可能去遗传着阿公高医生的音乐天分。希望这个环保诱引器，互要较食练习的囡仔，会当有更较侪机会。记者林伟霆，嘉义报道。